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烏溪沙嘅翠擁華庭去睇一個3房1套連儲物室嘅單位。咁我哋而家位於8座嘅高層 F 室，實用面積為844尺。而家喺客飯廳嘅部分，可以望到非常開揚嘅海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住睇埋落去啦。一打開大門嚟到玄關位。玄關位非常闊落，做咗一個入場鞋櫃。然後大門旁邊就係廚房，廚房空間正正方方，備餐空間呈 U 字形。廚房裏面有一個儲物室，可以用作工人房使用。空間闊落，可以放到好多嘢。而家我哋嚟到客飯廳。客飯廳兩邊都有窗，可以做到對流嘅效果。而景觀方面，可以望到非常開揚嘅海景。望右邊仲會望到銀湖天峰成個內園添。遠處呢一度仲會望到觀音像。而家嚟到走廊位，走廊嘅右手邊係浴室。浴室呢度翻新過，採用咗浴缸同埋有窗係一個名次。然後行前少少嘅左手邊就係第一間睡房。睡房有晒床、書台同埋衣櫃，可以參考下啲擺位。然後景觀都係望返海景。第二間嘅睡房嘅間隔一樣，都係有齊晒3樣嘢。然後景觀方面都會望到海景。最後睇埋主人套房，套房嘅空間呢正正方方，非常大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然後屋主都做咗一排嘅衣櫃。景觀方面呢度呢就會偏向望向銀湖天峰嘅會所景觀，不過同時亦都望到海景。最後睇埋套廁，套廁採用浴缸同埋有窗，如果有興趣記住聯絡我啦。